Infinite 輪迴脈衝。唉，又冇墨，用咗咁多支，用晒啦，唉，又冇墨，又要再買。老闆，唔好意思啊，你支筆咪幾多錢啊？一支15蚊，一支就15蚊，10支150蚊，100支咪1500蚊咯，1500蚊都買好食1年堂記啦，唉。啲筆咪又貴，又唔襟用喎，啲筆芯冇晒墨，又淨係可以抌去垃圾桶，送去堆填區，又講解唔到喎，對大自然又咁衰，對我又咁殘酷，而家想點啫？啊？咩嚟㗎？你邊個啊？我係 CWGC 嘅小精靈，呢一個係 Infinite 輪迴脈衝。支筆寫寫下，突然冇墨，唔使愁眉苦臉掉咗佢。拎出個筆芯睇下乜嘢事，原來係墨水已經用晒。Infinite 輪迴脈衝可以幫到你，環保科技幫你搞掂晒。Infinite 唔使再換個新嘅筆芯，乾淨企理，成個過程自動搞掂。首先放入離心機嘅倉位，撳個掣，準備起飛。離心力一轉，快過你發夢，舊墨水通通飛晒出嚟，清到空。跟住將筆芯插入下面個槽，對準位置，唔使靠感覺亂咁篤。感應器一着，即刻開始注墨。Infinite 想注幾多由你選擇，藍黑雙色顏色自己話事。注滿之後攞出嚟，即刻用得爽。Infinite 令你支筆無限復活，似食咗仙丹咁爽。唔使再買新筆，減少廢物製造，為咗地球未來，呢部機最環保。離心力加注墨，一部機搞掂晒。Infinite 令你支筆世代相傳，繼續寫落去冇邊界。Infinite 輪迴脈衝。